Hello，大家好，我是九哥。那今天呢，我来给大家送来一个福利啊。这个福利呢，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可能都比较喜欢。那就是呢，目前呢有一个交易所呀，它呢在送一些空投。那空投什么呢？就是空投它的平台币。那这个平台币的话呢，已经上线1年多了目前的话呢还可以吧。到从519之后的价格呢，已经翻了差不多接近于6倍其实呢只有5倍多那如果说我们45入华的话，就只有5倍多一点点的啊。那目前我们看一下，我们看到这个页面呢，它的页面呢还是比较干净干净整洁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花花草草的一些东西啊，还是看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吧。那我们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把这个英文的界面翻成中文的界面目前的话，这个平台有支持4种语言，这个汉文、这个中文和这个英文，还有泰文和粤语。那目前费率的话呢，也支持了这个 USDT、USD 除外之外了就是美元除外之后呢，它支持欧元泰铢和这个港元目前支持5种汇率那我们看一下，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一个东西呢是什么呢？就是呢它目前呢推出一个活动呀。那这个活动就是就是它的一个 OT 呢，就是平台币现在要进入一个生态的一个应用了。那我们都知道一个平台呢很多平台币呢，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构建。包括 BNB 呢，它的这个我们拿着 BNB 呢，可以去抢购新币去质押挖矿呀，去做它的这个 LP 流动性挖矿呀，还有这个等等 AMM 等等当然了，目前的话呢，这个 OT 的话，它也想去打造属于自己的一个生态。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到底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那到底我们能从中呢获得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呀？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公告的话呢是在2天前发出来的呀，那也就是9月24号呢全新升级上线 OT 集成页2.0同步的开放了多个 OT 生态应用及用户权益，丰富的 OT 应用及流通的场景，让持有者优先参与平台优质项目及活动，在 OT 通证系统中享受更多的权益目前的 Office 深耕的北美、亚洲市场已成为加拿大和日本的分站了，并通过 OT 生态与用户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将加快 OT 全球战略以及推动建立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分站，让更多用户享受到优质数字金融的服务这个是它目前的一个定位目前的话已经在加拿大和日本呢有了它的分站了在目前亚洲欧洲这个北美都有了它的市场了。那我们看一下它目前到底给我们有什么我们能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吧？它目前空投我们看一下它看一下我们这里看一下就行了我就不念了。那它目前的这个持有这个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新的一键跳转功能，点击权益即可一键等等等等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 OT 有什么用交易手续费的抵扣，用户可使用 OT 的抵扣手续费，那这个是每个平台好像都是一样的这个没变的。抢购新币也就是它上新币的话呢，就是首发的币种，它可能会用这个 可以用这个 OT 去抢购它的最低价。这个的话呢，我可以说一说它这个的话，相当于我们平时去其他像这个去抢一些这个IDO 呀，还有一些这个等等，类似于这个吧，它就相当于类似于这个 IDO。比如说我上线了一个新币的话，它可以用这个 OT 去啊、抢购最低价格去抢购它你持有 OT 你可以抢到最低的用最低的价格去买进，买进之后呢，当它上线之后，你可以在最高的价格去卖掉它。那这样呢，有的时候可以，你比如说你用了100个 OT，抢了多少个？抢了一百个这个啊、新币，然后上线了，它可能你0.1美金，它可能上线可能2美金，然后你在2美金卖掉，然后你就可能就赚了啊、接近于赚了20倍接近于20倍吧，我们就不按20倍，我们就可能就赚了10倍了，然后可能就赚了，比如100块，
比如说你一个 OT 可能50个 OT 就是目前的价格是30，我们看一下目前的 OT 的价格是多少啊？我们看一下它目前的 OT 的价格是多少我们才能OT 的价格我们看一下目前的一个 OT 的价格呢是$6.1619当然这个价格今天的 OT 也降价了今天的这个 USDT 它降价了如果没降价的话，可能就是40块钱40人民币嘛，我们就把它按照40人民币来算就是37人民币的话，我们看一下如果说我们就相当于放了十个 OT，放了20个 OT，20个 OT 是多少人民币呢？就是740的话，如果我们用这个20个 OT 去抢购了这样一个新币种的话，那我们赚10倍的话，上线之后我们可能会啊、拉到7400块钱，7400人民币吧，就相当于这么一个啊一个权益吧。这个呢，就相当于我们很多的时候一些项目呀，它要上线之前，它会去做一波这个啊 IDO 的一个公募嘛但是它这个的话，它可能就你只要持有这个 OT 的话呢，然后你就可以啊参与到这样一个环节你可以在它上线之前的前一天，然后呢，你就可以去用这个 OT 呢去这个抢购比如说它可能就让你拉到最低的价格，然后在比较高、比较合适的位置，你就可以卖掉它了。总之的话，基本上都是赚的基本上是赚的你拉着这个 OT 去抢购的话，基本上是赚的它不会亏，就是这么一个意思。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对我们有利的其他的不用看了。第五一个呢，就是参与互动，享受聊天红包你持有这个 OT 的话，你可以在这个聊天室去互动呀，可以参与这个红包呀，还有这个 OT 的盲盒呀、等等等等一些玩法嘛啊。然后呢，就是生态挖矿你质押这个 OT 也可以得到这个新币的一个奖励，比如说现在这个呢，基本上跟这个其他的一个平台币呢也差不多比如说火腿这个 BNB 这个玩法是类似一样的这个就不讲了。那这个 Stake 和 OT 全新质押挖矿理财这个呢，基本上很多平台都差不多基本上都差不多这个也不讲了。嗯，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活动主题吧。活动主题呢，我为 OT 打 call，瓜分2万个 OT。那这个呢是它的参与条件是面向所有的用户面向所有注册的用户。那它的活动时间是9月24号到9月29号的6点中国时间是18点然后呢，这个发放奖励是实时发放的。那活动入口呢，就是在 APP 的，我们打开我们的 APP 的首页的有一个我们会看到一个我为 OT 打 call 的这么一个小按钮吧，一个按钮我们可以一个小按钮，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菜单点进去，可以生成我们自己的海报通过当我们的这个把我们的海报分享出去之后呢，当别人注册进来，他如果完成了 KYC 之后呢，那你可以 KYC 也就是完成高级认证的新用户将随机获得这个 OT 奖励一定是高级认证的用户，也就是完成了 KYC 的全部 KYC 流程的你才能获得这个才行的那最高的可以获得10个 OT最高可以获得10个 OT，最低的好像是0.1个0.1个，最低是0.1个那同时呢，邀请人将获得新用户奖励的50%比如说 A 呢邀请了这个B 呢获得10个 OT，那 A 呢将会获得它的一半，也就是5个 OT 那这个活动的话呢，我们可以个人专属海报分享至任意的个人社交平台比如说 Discord、Telegram 和 WeChat、Line 等社交群聊，或在任意的公共社交平台，微博、朋友圈、Twitter 等，获得20个赞将分享截图上传至这个什么这个表单将会有随机获得这个0.1到10个 OT 的一个空投奖励这个的话呢大家如果说想要获得这个 OT 的话呢，那你想要免费获得的话，你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去参与我认为这个也是不错的一个活动，所以就分享出来给大家。
那希望大家呢可以去参与一下，毕竟呢这个是不要钱的嘛。反正交易所呢目前在哪里反正交易所是安全的啊，这个交易所目前是安全的啊，目前是安全的。当然了，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目前的一个状况。目前的话呢，我们最近的话呢，很多朋友可能都比较纠结啊，这个到底是牛市呢还是熊市的呀？啊，所以呢，其实很纠结的，很多的朋友呢都在反馈都在反馈这个问题，到底是牛市到了还是熊市到了？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呢，基本上呢跟这个牛熊没有关系，主要的问题是目前的这个全球进行那个监管的一个状态了。那不管是中国呀，还是这个其他国家，都在对这个加密货币这个进行监管，包括这个美国这边的话，它也在对这个加密货币进行监管。所以说呢，这个东西我们要等到这个监管明朗了之后呢，我们才能分辨出到底是熊市还是牛市。目前的话，你即便是牛市的话，你如果说出现这些对这个行业发展不太利好的情况下，它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剧烈的波动的目前不太好说。但是的话，有一点是什么呢？反正是越跌的话，我们可以分批的去买入就可以了分批的去买入。那如果说我们呢越恐惧的话呢，那最后如果说一旦这个政策明朗了，哎，我们又没有上车，又没有这个买入，手中又没有持有这个啊币种的话，那你就这个错过了一波好的行情，好吧？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当这个币价越跌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分批的去买入不应该再恐慌了。分批的买入进去，我认为它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毕竟的话呢，当然了，我们也不要去全仓什么叫全仓呢？就是我们很多人我们经常会听到说的是梭哈不要梭哈，梭哈的这个事情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毕竟的话呢，目前这个行情不太稳定不太稳定的话，我们就少买一点当它真正的起真正达到了你的这个心理价位的时候，你可以多买一点。当然了，我的建议是，你当它每次下跌跌到它的前一个低点的时候，你可以买进去啊。当它再往下跌，再买，再跌再买这就是拉一个平均买入法这就是个平均买入法，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买入就可以了。基本上的话呢这样的话呢，它不会让你套在半空中你如果说我们一次性把这个钱全部缩进去了，买进去了之后，哎，它等于又跌了，又跌了之后，我们就没办法再继续的，没有更多的筹码了我们就没有更多的筹码去在更低位去买进去了。所以我的建议是，就是目前的状况呢，我们分批的去买入，每次往下一跌，跌到前面的一个低点，我们再买，跌到前面一个低点再买啊。这样的话，我们的均价呢，它永远都会往下拉的，它不会往上，均价不会往上提高所以说，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真正的赚到钱才真正才能在这个市场上获利吧啊。那这个活动的话要怎么参与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它要通过我们指定的这个海报也就是我们指定的链接才能注册的话才有效的。所以这个链接呢，我待一会儿呢会放在这个视频的下方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可以来参与一下这个平台的话呢，目前呢已经成立了3年多了快4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当然这个平台的话呢也是不错的那在日常的话，你体验的还是比较流畅的日常的体验还是比较流畅的。它可能有特殊的一些情况的话呢，可能它还需要改进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话，我们接下来看看目前的一个行情我们再看看行情然后我们就来看看行情吧。我们来看看行情，我们看一下目前的30分钟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今天的最低的走到2736这个地方，也就是以太坊走到2736，我们就按照2740这个位置来看的话，它刚好走到这之后收了两次回调都在这个位置附近，然后它收上去之后呢，然后在这个位置，在这个2706这个位置它基本上
止跌之后呢，它然后快速的一波拉升行情，瞬间上去了接近$200的这个空间，基本上如果在这里算的话，基本上就是$200的空间上去了就是$200的空间上去了，所以这一波行情非常的上去的非常快，跌下来也非常的快，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很难去把握的一个行情你感觉它可能还往下跌，哎，它突然一下子拉上去了，所以这有的是你可能就来不及的去做出反应。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它每次一下跌我们就买，跌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我们就买进去，跌到一个我们认为比较低的位置我们就再买进去，分批买，它如果再往下跌我们再买啊。当然了，这个东西呢，不管怎么监管，它运行了10多年了，它肯定是不会那么轻易的被监管给打压下去的毕竟这个东西怎么说，这个事情怎么说，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行业，也就是一个分布式的，所以说想要把它从这个地球上抹灭的话，还是比较难的只能是说呢，通过这种监管的方式，让这个行业呢走得更加规范一点。做得更加规范一点，更加的普惠于民更加的落地，更加的有这个应用场景一点。所以这样的监管的话呢，会加速这个区块链的一个生态和它的应用落地可能会成为接下来一个爆发点。好，我们看一下目前的话呢，以太坊它的上方的话，它的上方的压力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上方压力3050这个位置，它是有它的压力位置的有它的压力。我们刚刚也看到，它在这个刚刚的话，我们看到这一波，刚刚这一波的话，我们看一下，刚刚这一波其实它在这个3020这里，它是有一个阻力位置的，就是这一波它又涨到这个3026这里3025这里，它快速收回来。收回来之后呢，最低的位置走到了这个2935这个位置2935这个位置如果我们在这里接货的话，我们基本上也赚了一个比较大的利润的但是如果在这做活跃做空的话，也有一部很大的利润。如果在这里再接多的话，现在的话已经也有很大的利润了，接近也翻倍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接下来的一个，我们看一下4小时的一个走势。目前的整体的走势是呈了一个下降的一个走了一个下降的一个通道走了一个下降的一个通道目前它只要是没有突破这个下行的一个是没有突破这个下行通道的上轨的话，它基本上还要往下走，还要往下跌。如果说它接下来如果说走到这里回调，然后走到这个附近，它要上去，那可能接下来可能就要开启一波走一个下行通道了。如果说接下来的话，它如果有突破这个位置突破这个位置，也就是这个位置是什么位置呢？也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在哪个地方这个位置就是在3050这个位置它如果说有效的站稳了3050，那我们就要看多了，就要看多，它可能接下来就要涨了。涨的话呢，上面的话有个3150，它也是个阻力位置3150也是个阻力位。它如果说接下来在这个3150，它如果还是突破不了的话，那接下来，那我们就要考虑的不是做多了，而是要在这个位置考虑在这个位置做空的四小时的，这是4小时。我们要考虑在这个位置做空的。如果是现货的话，我们就要考虑在这个位置出一部分了就要考虑在这个位置出一部分。这是以太坊的。基本上目前呢，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两个是联动的联动的。我们看一下，它基本上都是联动着在走的。那刚刚的话，我们看到这里，比特币走了43900，4300044000吧，我们就按照44000来看吧。走到这个位置43900这个位置，它有一波回调，回调之后呢，它最低位置走到了43000这个位置43000。我们刚刚看到它是43900这个位置，回调了接近回调了$900之后呢，现在呢又开始反弹。反弹的话呢，如果说它的上方的压力呢就在44800这个位置附近，它如果说晚间呢它没办法突破这个位置的话，那接下来基本上我们可以考虑在这个位置，它每走到这个位置可以做空。
然后等到下方的支撑位置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考虑清仓的去做多。但是它有可能会突破这个上面这个会来这个触碰一下，也就是46,200，也就是46,200可能又到46,300这个位置附近区间，它可能会来一下。行情呢自始至终它可能没有那么快的上去，毕竟呢目前的监管的这个恐慌情绪并没有结束的并没有结束。包括目前对今天下午的话，这个火币的发出来要清理把这个所有中国大陆的用户全部要清理了在这个2021年的这个12月份之前所以这个的话。也就是2022年的元月1号之前吧，要把所有的这个中国大陆具有中国大陆这个身份的用户可能要清理了。所以这利空的信息呢，基本上还没完全的消化掉。当然了，接下来可能还有其他的交易所也宣布一些这个啊规则一些规则比如说接下来要怎么处理当然目前的话，币安呢货币呢已经宣布了要停止注册这个中国大陆这边的一个新用户的注册了这已经是很明确的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尽量的是这个如果做现货的话，尽量是短线快进快出你赚了不管赚了，就先出一部分如果它的情况好的话呢，那么就可以多拿一拿；情况不好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及时的要出了。对了，今天呢，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得到的是呢，目前基本上它这两次的回调的力度也并不是很大的力度并不很大。力度的话并不强，力度不强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它从这个前天、昨天、今天，这个基本上来了一个二次探底了。那接下来它可能会要反弹个2天，反弹个1天或2天之后的话，有可能这个地方有可能会有的交易所可能会把手上的一些币种给卖掉，然后呢变现有可能会卖掉一部分变现。因为有的交易所要清退了他自己不自我革命了，他自己要把这个停止这个服务了。那但是呢，用户的钱他又要给怎么办呢？他唯一的办法就是等这个币价涨了之后，然后他会把这个卖掉，然后兑换成现金，然后按照这个当时的价格呢去兑换给用户。所以他可能会接下来可能会，当然如果说接下来可能会拉一波吧，它起码的要拉到比较高的位置才能出货呀。如果说现在这个位置卖的话，如果说后面的这个价格涨上去了，那他在给用户补偿的话，你这个价格他就没办法补偿了。毕竟呢，可能毕竟的一个交易所，起码最差的一个交易所，基本上注册的用户都在几十万了一个最差的交易所的注册的用户都在几十万。好了，今天我们的分享的话就先到这里，那我们下期再见。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可以点亮这个红心加个关注。